停止血压，让金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荒唐！此等大事哪是你们姑娘家操心的，万万不可！哎呀，袁大将军，这可是本姑娘百思才得其解的锦囊妙计呀！姑娘家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姑娘家也可以成大事啊！再说了，不是说了吗？金国也可以让须眉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叶红影贵为神机营的第一杀手，他第一杀手怎么了？第一杀手他回家也是怕娘子的呀。实在不行，就让我们冬青姐给他一施美人计，不就行了吗？阿弟，不许胡说！哎呀，冬青姐，现在是成大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这样。再说了，你本来跟他就是青梅竹马的夫妻嘛。二弟，杨姑娘，你真有把握说服叶红影吗？袁将军，我尽量试试吧。我相信叶红影的本性，并不是助纣为虐的人，再加上他师父战天云的帮助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服他的。也好，我马上派兵护送二位即刻赶往东山县，尽快促成此事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冬青姐，咱们赶快走吧。二弟，袁将军，我倒是不赞成现在派兵，这人多啊，反而容易暴露目标。你也知道，魏忠贤的眼线众多，我们人多了，反而让他看出破绽，容易打草惊蛇。这样一来，很有可能前功尽弃。不如这样，正好我们姐妹二人乔装打扮，也许啊，这样更容易掩人耳目。也罢，就依姑娘的意思，此去关内一路凶险无比，还望二位姑娘多加保重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本将在此静候佳音。杨冬晴，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叔叔，红影哥哥和潘巡抚就是因为一个叫杨冬晴的风尘女子，才会反目成仇的。你是说，他二人是为了一个风尘女子才大动干戈，以死相搏的吗？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红影哥哥变了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不可能。正所谓知子莫若父。潘如真的确是个信好于色之徒，但是红影心高气傲，绝非是沉溺于那种地方的人。我不相信他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而心性大变，甚至手刃同袍。可是叔叔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那个叫杨冬晴的烟花女子，她就是东林党反贼杨莲的女儿。什么？她和红影哥哥自由定下了婚约，说起来也算是红影哥哥未过门的妻子啊。原来如此，想起来了，我对此事还真是早有耳闻。难道红影至今还对那个杨家的丫头念念不忘？红影哥哥虽然受了重伤，
可是一定还活着。我要去找他，现在就去。慢着，这人海茫茫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我不管，就算找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傻孩子，找人的事就交给叔叔吧。这么说，叔叔知道红影哥哥在哪儿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回到了他师傅那儿，折剑山庄。皇上，方才老臣于御书房外听见皇上龙吟长叹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大胆！韦公公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听皇上圣宣，便擅触龙颜，简直是我大明王法于无物。哼，孙大人，你越俎代庖，难道就是将我大明王法视为圣物了？那就把话说清楚。今日你在皇上面前诬陷本官越俎代庖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哼，大明祖制早有明定，皇上选嫔纳妃之事向来皆由内务府或礼部长老安排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吏部了？韦忠贤，你，哼，难道老朽说错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你孙大人私下为皇上安排选妃之事，在满朝之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现在就请皇上做主评理，孙大人这么做，难道不是老朽说的越俎代庖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二位爱卿，不要再为朕选妃之事多做无谓之争。皇上，请恕老臣斗胆直言，皇上选妃，此乃国之盛事，绝不得有须臾辱节相悖于祖典先制。还请皇上圣明，这选妃之事，还是交由老臣以内务府之名代皇上安排吧。皇上，难道你就任由魏忠贤的老贼如此恣意放肆吗？自先皇宣朕入宫，扶正登基以来，亲睹魏忠贤飞扬跋扈、蛮横专政，独揽大权。朕已经学会了2件事。皇上学会了哪2件事？等待与忍耐。等待，忍耐。不错，朕虽登龙基，但说穿了，就是一头纸糊的老虎。反观那魏忠贤，满朝文武，哪一个不对他阿谀奉承、毕恭毕敬？在朕没有掌控实权之前，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此事与他迎面争锋，那就是以卵击石，最后受牵连的还是天子脚下的黎民百姓。可是皇上，难道你就真没想过，魏老贼让他亲侄女儿入宫伴君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满足他夺权的野心？魏奸臣狼子野心，朕当然明白。可就是因为明白，才更要学会等待。等待？微臣不知皇上在等什么呀？朕在等待一个可以帮朕拨乱反正、铲除阉党的英才出现，也在等一个能将魏忠贤置于万劫不复、死地的机会。皇上，微臣斗胆请示，皇上您所提及的能辅佐你铲除奸党的英才，究竟是何人？平辽大将军崇焕。叔叔，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，唯独这件事情，请恕方宗不能从命。方宗，其他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，但这件事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亲叔叔。叔叔，
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把你拉扯大的。你的亲爹，也就是我的亲大哥，在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我，而我进宫时起，就再也不能有子嗣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，更把自己当成是你的亲爹呀。叔叔，自打我懂事起，就一直把您当成是方宗的亲爹。可是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试问天下，有哪个做爹的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女呢？住口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你入宫为妃，全是为了你的终身着想。你怎么能说是害你呢？再者说，他日你若蒙皇上宠幸，荣华一生，自是不在话下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，当初是叔叔您亲口答应把我许配给红影哥哥的，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逼我进宫，去伺候一个从未谋面的皇上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我只想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可是你爱的那个人，给过你什么？除了痛苦，他还能给你什么？不，只要和红影哥哥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快乐。红影哥哥他不会给我痛苦的。孩子，你何苦自欺欺人呢？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，颖儿的心里早就被杨冬青给占满了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。够了，您别说这些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叔叔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不，面对现实吧，孩子。不，是红影哥哥亲口说的，他愿意娶我的。当时您也在场。红影哥哥说，只要一年，他就会和我成亲的。叔叔，您口口声声说你把红影哥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，可是你……可他毕竟只是我的义子，他不姓魏。叔叔，醒醒吧，孩子！红影除了伤害你之外，给不了你任何一点爱，哪怕只是一丝一滴呀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现在就要去折剑山庄找红影哥哥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他的心里只有我，他是真心爱我的。你除了入宫，哪儿都不许去！您让我入宫伺候皇上，无非是想利用我，诱惑皇上，保住您9000岁的龙头宝座，不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叔叔您心里最清楚。为了权力，您就忍心把您的亲侄女像牲口一样卖了？住口！总之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皇上已经放下话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就送你入宫。进宫之前，你给我安安实实的待在府里。你该怨的不是我，是颖儿。如果不是她对你无情，我又怎么能忍心让你入宫，去当皇上的嫔妃呢？哎，大小姐，9000岁吩咐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。小少爷，太棒了，太够意思了！别再多说了，再多说就有点假了。以前你要对我这么好，你让我干什么事我不干。你以后别说帮忙了，就直接吩咐就行了。嗯，那你绝不后悔？当然不后悔，后悔我是小乌龟。好，把剑挖出来。啊，你要挖鸟的剑呀？对啊，这剑是你埋的，就得你挖呀。我发那倒霉的破誓。哎去，小少爷，你受累，让个地方。干什么？我学乌龟。你起来！你还是不肯帮我，是吧？我怎么帮你呀？你不替我想一想，这几天我一直骗他，我骗他说我是他的老大，
冬青是我娘子，是她嫂子，我天天还折腾她、折磨她、使唤她。你等她清醒了，你再把剑还她，她肯定给我来个一箭穿心，把我扎死。你要是现在不挖，我给你好看。切，能怎么样？哼，你等着。哼。小少爷，弹弓在这里。哎，对，哎，小少爷，别，你挖不挖？挖不挖？你让开！我挖，我挖。哎。大师兄，一个人在练剑啊？好，师傅教了我一套剑法，我怕记不住，所以拿木剑练练。哎，那我们兄弟几个陪你一块儿练吧，顺便你指点指点我们。对啊，是呀，师兄，是啊，指点我我们。指点你们，我还不会呢，更别说指点你们了。大师兄你就别客气了，二师兄常跟我们说，大师兄那招听涛劈浪堪称是天下无敌，而且那天你就是用那张听涛劈浪杀死了岳掌门，还吓跑了那个东厂太监。大师兄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我根本就不记得我那天究竟是怎么出的招了。也许我可以帮大师兄想起来那天是怎么出手的。二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打算怎么帮大师兄想起那天是怎么出招的呀？我记得那天岳掌门跟大师兄比武的时候，聚仙堂的掌门岳东来招招毙命，大师兄是在九死一生、命悬一线的情况下，才想起那招绝技听涛劈浪的。可是我没剑呢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们帮你把剑给挖出来了，给。来，这么巧，大师兄你有剑了，请吧。希望你在天之灵不要怪我。婴儿生性纯良，我不希望他越走越错，再次沦为被奸人利用的杀人工具。所以，我不希望他回想起过去的种种。我只能传授他只守不攻，仅仅只能保护自己的剑法。但愿顾洪兄能谅解战某的用心。大师兄，小心了。各位师弟厉害，大师兄真厉害，不管二师兄怎么攻，大师兄总能见招拆招，连根汗毛都伤不着啊！
听涛劈浪我也练过。你要再只手不攻的话，就太看不起兄弟了。别误会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呦，我说山东人，你倒是还手啊！光手不攻哪行啊？还下手那么狠，你不用考虑我的面子。英雄哥哥，快用你那招听涛劈浪啊！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大师兄，得罪了。听涛劈浪。大师兄。哎呀，你这笨鸟！大师兄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姚北哥哥，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他是你大师兄啊！对呀，太过分了呀！你们还是师兄弟呢，真拿家伙劈死他呀！二师兄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下手那么重。是二师兄，你出手太重了。我没有啊！大伙儿不要再怪二师弟了，要怪只能怪我太笨。大师兄，你就别再替二师兄说话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师兄呢？灵儿，他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别再说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师傅，爹，都跟我来。立即派人将这2面免死铁券送返京城，交给9000岁，禀告9000岁，在下已确认了神机营叶红影的下落，只需稍待数日，我便可带着叶红影返回京城，交给9000岁亲自发落。是长公。战天云，你一口气耗尽了2面免死铁券，下次我看你还能拿什么同时保住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？刚才听你说叶红影真的是在折剑山庄了。剑术是一门武术，也是一种修行。练剑之人，除了力求剑法精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体悟心性的修养。所谓剑，乃气也，唯心是用，用剑行善，便是圣者；仗剑行恶，则是妖魔。所以，你们每一个人到我门下第1天，我教你们的第1件事，就是学武前先学做人。否则，在武学的造诣上，无论能有多高的成就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为祸人间的刽子手。红英啊，姚北，弟子在。啊，弟子在。今日你俩同门切磋，竟以致命毒招相搏，还用真剑交锋。你们可知道，你们严重犯了折剑山庄的门规。姚北，你把今天的事从头至尾给我说清楚。师傅，师傅，其实今天的事情不关二师弟的事，二师弟是想帮我恢复记忆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你们自幼入门，与我形如父子。试问天下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？姚北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师傅，弟子知错。你心性高傲，嘴里虽然认错，但心里未必真的知错。罚你3个月之内不准用剑，好好反省，想清楚，今天你到底错在哪儿。倘若3个月之后你还不知所措为何，你就不配用剑，一辈子都不配用剑。可是师傅，今日之事，我不想再多加追究。但若日后，无论是谁敢再犯门规，为师必废弃武功，逐出师门。听清楚了吗？是师傅，是师傅，是，都下去吧。红英啊，留下来。哦，只是前些天
9000岁飞鸽传书说您突然离京，音讯全无。9000岁是心急如焚呐。飞鸾这就吩咐下去，立刻护送大小姐返回京城。谁说我要回京城了？可是9000岁他老人家……等我办完我想办的事，自然会立刻返京向叔叔请罪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听大小姐的了。不过，飞鸾非常想知道，大小姐想要办成什么事。飞鸾可以帮助大小姐心想事成。不，这回应该说是我来帮你。大小姐帮我？大小姐又说笑了，让飞鸾心中诚惶诚恐啊。不过，在下还是想知道，大小姐想帮我什么？生擒叶红影。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我真的能帮上忙吗？哦，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不知道大小姐要怎么帮我。这个折剑山庄的战天云，手上还有一面免死铁券，而且在下已经答应过他，只要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不离开折剑山庄，我就不能对他二人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，要生擒叶红影，必须先击垮战天云。唉，可是这个老匹夫武功高强，心思缜密，极不容易对付啊。你别忘了，放眼天下，最了解叶红影的人就是我。哦，大小姐说的是。实不相瞒，日前我已经来到此地，早已将折剑山庄的大小事宜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战天云门下排行老2的弟子江瑶北，此人心高气傲，一心想继承折剑山庄庄主之位。也许利用他，是对付叶红影和战天云最有力的棋子。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总喜欢吵着要为师带你到这儿来玩吗？那我小时候是不是很淘气，很不听话，常惹师父生气啊？你小的时候确实很淘气，可是众多弟子里面，你是最聪明、最讨师父喜欢的一个。哎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听其他师弟们说，后来我就被师父送走了。如果师父真的喜欢我，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啊？这个，师父您怎么了？我总觉得师父有好多事情不想让我知道。因为有好多事情让你知道了，反而不是好事。师父，您又开始说我听不懂的话了。既然你听不懂，那我就不说了。还记得这把剑是为师送你的吗？一般的剑都是双锋双刃，而这把剑为什么却只是单锋？你可知道为师的用意？凡事都不要做得太绝，留一点余路给人家走，明白吗？哦，师父说得很明白，但是我听得很糊涂。不过师父您放心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把您所说的每一句话认真地想清楚的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会明白为师这句话的含义。哦，对了，师父，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。你想知道什么，你就问吧。师父上回借给我的那把剑是断剑，既然剑都已经断了，为什么干脆不把它扔掉，换把新的呢？因为剑是我断的，留着它警惕自己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师父犯了什么错？年轻的时候，我醉心虚名，妄想名扬天下，成为江湖中人人敬仰的天下第一剑。最后，我做到了，可是换回来的是永无止境的内疚和后悔。所以，10多年前，我把这个阳明山庄改为现在的折剑山庄，目的就是告诉天下的人，当时风华一时的战天云已经不复存在。如今的老朽，只是个淡泊名利、视虚名如粪土的乡野匹夫，一心退隐江湖，告别所有的恩怨，
就像现在，希望你留在师傅的身边，永远不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这么说，师傅，我以前也是身在江湖，和许多人结仇结怨。我说过，以前的事情你就别再想了。哦，是。二师兄，你别再这么喝了。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就说出来啊。说出来。我现在就是把心放在这儿，有谁会相信？不管怎么说，我相信你啊。你相信？当然。既然你相信我，为什么和别人一起责怪我？怪我用真剑和大师兄过招？啊？为什么？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在怪我欺负大师兄。就连师傅他老人家也当众责怪我，还罚我3个月不许用剑。如果我说大师兄是自己跌倒的，你信吗？我觉得你也不能怪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一点都不过分。叫你来是陪我喝酒的，不是听你教训我。二师兄，我……别说了，你回家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别再喝了。我说了不用你陪，你还不走？你少喝一点酒。厉公公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战天云不许他的徒弟用剑，你为何如此开心？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，战天云因为叶红影而不让江瑶北在3个月之内用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叶红影和江瑶北有矛盾，他们2人之间有了矛盾，有了隔阂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莫非厉公公已经想好了什么对策？实不相瞒，刚才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一直在琢磨对策。虽然不敢说成竹在胸，但是也已经略有几分把握了。不过能不能成事，还要看大小姐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了。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就直说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在下就直言不讳了。不让我用剑，行，我就用酒。站住！你叫我认识你吗？你认不认得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认得你，是折剑山庄战天云的门下江瑶北。江瑶北，是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的确有事。那你说。江湖人称，战天云的剑术独步天下，想必他的手下爱徒也一定是用剑的高手。所以，我想会会你这位战天云的得意高徒，看看战天云的剑术配不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剑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找我比武？没错，拔剑吧。哼，罚你3个月之内不准用剑，好好反省。怎么，怕了？笑话！我江瑶北岂是胆小鼠辈？我从来就不知道怕字。那就别再啰嗦了。再不拔剑，休怪我手下无情！
来折剑山庄战天云教出来的徒弟，也不过如此，真是误人子弟。看来战天云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号，是浪得虚名了。不许你侮辱我师父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你！手下败将，还敢大言不惭！现在我就废了你，看你如何不饶我！跟我走。多谢姑娘仗义相救。哼，你用不着谢我。如果你不是个有用之人，本姑娘也不会费那么大劲救你。要谢，就谢你自己吧。谢我？请恕在下愚钝，没听懂姑娘的意思。战天云战大侠堪称一代宗师，名满江湖。他的亲传二弟子，想必应该也是人中龙凤吧。更何况你还是他的乘龙快婿。若真的是个愚钝之人，战天云怎么可能把他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你呢？刚才姑娘救我是另有目的。随你怎么想。不过我救了你，毕竟是事实。姚北平生不愿意欠人人情，既然姑娘有恩于我，那就明话明说吧。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定当尽力。我要你办的事，对别人来说也许比登天还难，可是对于你来说却易如反掌。姑娘要我做什么？放心吧，对于你来说，这绝对不是件难事。我要你把你大师兄叶红影逼出折剑山庄。怎么，皇上，您不喜欢？还请皇上将就些吧。您还记得，当初您登基之时，张太后告诫皇上的第一句话，就是勿使宫中物。您可千万不能不信呐！张太后乃是朕的兄嫂，她的话，朕哪能不信？而且，朕有所闻，张太后为先皇怀下了龙胎，可惜在一次推拿金络之时，遭人阴毒手法所害，致使孩子胎死腹中。就连先皇的死因也颇为可疑。朕曾对天发誓，一定要捉拿这歹毒凶手，将他碎尸万段。皇上，您是不是怀疑这歹毒凶手就是？这些事情，你我心知肚明，就无需指名道姓。微臣明白。皇上是担心隔墙有耳。难道天下之大，除了爱卿，就再也没有人能跟朕说句真心话吗？皇上，您就多多宽心吧。也许这就是机缘，说不定那天机缘成熟了，皇上的知心人就会出现了。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你和叶红影在战天云心中，到底哪个轻哪个重？这个不用我再告诉你吧。而且叶红影年少得志，不但官拜神机营千户，还是当今9000岁的义子。据我所知，在你师弟们心目当中，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。你那些师弟们崇拜的榜样，是你的大师兄叶红影。
前程似锦。你是谁？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魏芳宗。原来你是9000岁的亲侄女，所以我才敢说，你要的只有我能给你。你现在不用急着回答，是不是愿意帮我？不过凡事在做之前都要想清楚。等我要你做的事情想明白了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